聖誕樹。聖誕節快到了，媽媽用掃帚和毛巾清潔家居，爸爸把燈飾掛在聖誕樹上，然後爬上高高的梯子，把星星放在樹頂。他說：看，聖誕樹在發光。我拿出綠色的紙張，剪出一棵聖誕樹，然後在上面剪一個個小洞。我用膠帶把它貼在窗戶上，小洞就像聖誕燈飾一樣閃閃發光。得啦。